本節目內容純屬各地都市傳說搜集，網絡流傳，部分情節經過藝術化改編，旨在探討民族文化與超自然現象嘅社會心理，保留文化記憶及喚醒大家集體回憶，並非針對任何特定機構、在世或已故人士，亦絕無意圖誹謗或侵犯任何實體之合法權益。節目中所有地名、人名及情節，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如果你曾經喺午夜時分凝視過一片無邊無際嘅沙漠，或者你會有一種感覺，喺嗰片看似空無一物嘅荒蕪之下，藏住我哋肉眼冇辦法睇到嘅，屬於另一個維度嘅存在。今晚我哋要講嘅故事發生喺西奈半島嘅深處，係一座被稱為摩西山嘅古老山峰，海拔2285公尺，聳立喺紅海與蘇伊士灣之間嘅荒漠中。呢座山被猶太教、基督教同伊斯蘭教共同視為最神聖嘅地方，因為根據古老嘅經文記載，就係喺呢度，一位名叫摩西嘅領袖接受咗嗰兩塊刻住10條誡命嘅石板。但係經文冇話俾我哋聽嘅係，喺嗰40晝夜嘅黑暗中，摩西究竟見到咗啲乜嘢？嗰啲被稱為天使嘅存在，究竟係光芒嘅使者，定係令人類心智冇辦法承受嘅某種嘢？根據出埃及記嘅記載，猶太教嘅口傳律法，以及無數朝聖者與修道院修士嘅親身經歷，西奈山唔單止係一座山，佢係一道門，一道通往另一個世界嘅門。而嗰道門嘅守衛者，據講至今仍然喺山上面巡行。要講西奈山嘅天使，我哋必須從摩西與燃燒的荊棘講起啦。根據出埃及記第3章嘅記載，摩西當時係一名牧羊人，喺何烈山，亦都即係西奈山附近牧放佢岳父嘅羊群。有一日，佢見到一個異象，一叢荊棘被火焰包圍，但係荊棘卻冇被燒毀。經文係咁樣寫嘅：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毀呢？就喺佢轉過身準備靠近嘅嗰一刻，一個聲音從荊棘中呼喚佢嘅名字：摩西，摩西。嗰把聲話：唔好近前嚟，將你腳上嘅鞋脫咗落嚟，因為你所站之地係聖地。然後嗰把聲表明咗自己嘅身份：我係你父親嘅上帝，係亞伯拉罕嘅上帝，以撒嘅上帝，雅各嘅上帝。摩西嘅反應係點？經文話摩西蒙上臉，因為怕看上帝。呢個係整個人類歷史中第一次詳細記錄嘅人與天使，或者話與神聖存在嘅接觸。但係請注意一個細節啦，摩西蒙上臉，佢唔敢睇。點解唔敢睇？係因為光芒太刺眼，定係因為佢所見到嘅嘢根本唔係人類應該直視嘅？喺啲猶太教嘅秘傳文獻中，有一種說法係，嗰個火焰中嘅天使，其真實形態遠遠超出人類視覺系統嘅處理能力。摩西見到嘅只係一個被降階到人類可以承受嘅版本，就好似一個三維物體喺二維平面上嘅投影。佢代表咗真實，但係佢唔係真實本身。而呢個降階嘅過程本身就係一種保護機制，因為如果摩西見到咗天使嘅真面目，佢嘅靈魂就會當場粉碎。跟住落嚟嘅事件係整個故事嘅高潮。根據出埃及記第19章嘅記載，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嘅第3個月，佢哋抵達咗西奈山嘅曠野。上帝指示摩西上山，而且對百姓話：第3日，上帝要喺全體百姓眼前降臨喺西奈山上。第3日嘅早晨，山上面發生咗啲咩事？經文係咁樣描述：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雲，並且角聲甚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西奈全山冒煙，因為上帝在火中降臨於山上。山的煙氣上騰，如燒窯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動，角聲漸漸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說話，上帝有聲音答應他。咁唔係一個安靜嘅祥和嘅靈性體驗，咁係一場天地變色嘅超自然風暴。然後摩西上咗山，佢進入咗嗰片黑暗，嗰片被閃電、濃雲同埋煙霧籠罩嘅山頂。根據出埃及記第24章嘅記載，摩西喺山上留咗40晝夜、40日、40夜，冇食物冇水，至少從物理層面嚟講就係咁。咁佢喺嗰度做啲乜嘢？經文話佢接受咗上帝用指頭寫成嘅2塊石板，上面刻住10條誡命。但係口傳律法，嗰啲冇被寫入聖經正典嘅傳統，卻記載咗更多嘅細節。根據猶太教經典塔木德同米德拉集嘅記載，摩西上山嘅嗰40日，唔單止係喺度接收誡命，佢係喺度經歷一場靈界嘅戰爭。天使們反對上帝將妥拉，即係律法賜俾人類。佢哋話：你要將你隱藏的寶物賜給血肉之軀的人類，他們會玷污他。上帝命令天使與摩西對質，摩西一個凡人與天使辯論。佢引用咗妥拉中嘅條文，證明呢啲律法係為人類設計，而唔係為天使設計。例如誡命中話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天使會殺人咩？天使會偷盜咩？唔會。所以呢啲律法唔係俾你哋嘅。摩西贏咗，但係喺呢場辯論嘅過程中，摩西親眼見到咗天使嘅真實面貌。根據米德拉集嘅記載，摩西嘅靈魂喺嗰個時候瞬間幾乎脫離咗佢嘅身體，佢被嚇得魂飛魄散，直到上帝親自介入保護咗佢。呢個係令人不寒而栗嘅細節。天使嗰啲被我哋稱為光之使者、神的使者嘅存在，對人類嚟講，即使佢哋冇惡意，佢哋嘅存在本身就係一種危險。就好似你冇辦法用肉眼直視太陽一樣，你都冇辦法用靈魂直視天使。當摩西喺山頂與天使辯論、接受律法嘅時候，山下發生咗啲咩事？根據出埃及記第32章嘅記載，百姓見摩西遲遲都唔落山，就聚集到亞倫嗰度，要求佢為佢哋製造神像。亞倫收集咗百姓嘅金耳環，鑄造咗一頭金牛犢。百姓話：以色列啊，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然後佢哋喺金牛犢面前獻祭、吃喝、玩耍。呢個玩耍喺原文中帶有強烈嘅聲音詞。上帝對摩西話：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們發烈怒，將他們滅絕。摩西為百姓求情，然後佢轉身落山。當佢走近營地，見到金牛犢同埋狂歡嘅百姓嘅時候，佢發烈怒，將2塊石板掟咗落山，摔碎咗。呢一摔唔單止係石板嘅破碎，根據一啲靈性傳統嘅解讀，嗰2塊石板係上帝親手創造嘅物件，上面承載住嚟自另一個維度嘅能量。當佢哋被摔破嘅時候，嗰種能量嘅釋放足以改變整個地區嘅靈性生態。而更加重要嘅係，嗰個原本守護住以色列營地嘅天使，嗰啲喺西奈山上與摩西辯論，後來又奉命保護百姓嘅存在，撤離咗。經文中有一段令人心碎嘅記載：當摩西返到會幕，一個臨時嘅敬拜場所，與上帝對話嘅時候，佢問咗一個問題：你吩咐我說，
將這百姓領上去，卻沒有叫我知道你要打發誰與我同去。上帝嘅回答係：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但係注意，上帝講嘅係和你同去，而唔係和百姓同去。根據一啲拉比嘅解釋，呢個時候嘅以色列百姓已經失去咗天使嘅保護。從西奈山到應許之地嘅路上，保護佢哋嘅只有摩西，一個凡人。咁就係點解喺跟住落嚟嘅曠野漂泊中，以色列人經歷咗咁多試煉同埋災難。時間一轉，去到公元6世紀，西奈山腳下聳立咗一座全世界最古老嘅持續有人居住嘅修道院——聖凱撒林修道院。佢建於公元565年左右，由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建造。呢座修道院嘅所在地，據講正係摩西見到燃燒荊棘嘅嗰個位置。修道院嘅主教堂後方，至今仍然保留住一叢據稱係那棵荊棘的後代嘅灌木，修士們會喺特定嘅節日摘下佢嘅枝條，編成花環。而根據修道院修士之間流傳嘅說法，呢座修道院本身就係一個天使守護嘅地方。傳說喺修道院建造期間，查士丁尼皇帝派嚟嘅工程師同埋工匠，經常喺夜間聽到奇怪嘅聲音，唔係風聲，唔係動物嘅叫聲，而係一種低沉嘅充滿節奏嘅嗡嗡聲，好似係某種巨大嘅翅膀喺度震動。當佢哋試圖靠近聲音嘅來源嘅時候，佢哋見到咗一幕冇辦法解釋嘅景象。修道院上方嘅天空中有無數道微弱嘅光芒喺度盤旋移動，好似係某種肉眼冇辦法辨識嘅飛行物體。佢哋後來被告知係天使，佢哋喺度守護呢一座修道院。直到今日，聖凱撒林修道院嘅院士們仍然保持住一個傳統，喺每日嘅晚禱之後，佢哋會誦讀一段特別嘅祈禱文：天使守護者，請保護這座聖山，保護所有在此尋求上帝的人。冇人知道呢座修道院喺1700年間經歷過幾多次嘅戰爭、地震、瘟疫同掠奪，但係佢一直聳立喺嗰度，從來未被摧毀。有啲人話，咁唔係運氣。跟住落嚟，我哋要進入更加接近靈異範疇嘅部分。嗰啲現代朝聖者同埋遊客喺西奈山上嘅親身經歷啊！西奈山而家係一個熱門嘅朝聖同埋旅遊地點，每年有成千上萬嘅人，基督徒、猶太教徒、穆斯林以及單純對歷史感興趣嘅遊客攀登呢一座山。大多數人選擇喺凌晨出發，以便喺日出前抵達山頂，觀看嗰個著名嘅西奈山日出。攀登路線有兩條，一條係相對平緩嘅駱駝之路，另一條係更加陡峭、更短嘅懺悔階梯。據講，呢375級石梯係由一位修士喺1日之內鑿成，作為佢懺悔嘅苦行。而根據網絡上面嘅分享、旅遊論壇嘅留言以及一啲超自然愛好者嘅記錄，好多人喺攀登嘅過程中都經歷過一啲唔尋常嘅事。最常見嘅現象就係感覺到有人喺旁邊。好多登山者表示，喺攀登過程中，尤其是係喺黑暗、寒冷、疲憊嘅時候，佢哋會感覺到有一個存在喺度陪伴佢哋，唔係恐懼，而係一種溫暖嘅保護性嘅感覺，好似係有某種睇唔到嘅力量喺度推住佢哋前進。有人話係天使，有人話係摩西嘅靈魂，有人話只不過係極度疲勞下嘅大腦產生嘅安慰劑效應。但係有趣嘅係，呢種感覺唔單止係發生喺信徒身上，好多對宗教信仰毫無興趣嘅純觀光客亦都講過類似嘅經驗。另外嘅一個現象係，喺日出之前，西奈山通常都係一片黑暗，
但係有啲人話佢哋曾經喺黑暗中見到過一束微弱嘅光芒，從山頂嘅某個位置射出，持續咗幾秒鐘，跟住就消失。官方解釋係嗰個係遠處某個城鎮嘅燈光反射，或者係大氣層中嘅光學現象。但係當地貝都因響島嗰啲世世代代生活喺西奈山腳下嘅游牧民族，卻有另一個說法。佢哋話唔係燈光，係天使喺度巡邏。仲有一個現象係，有啲登山者表示，佢哋喺山頂附近聽到個聲音，唔係風聲，唔係人聲，而係一種低沉嘅，好似係好多人同時低聲吟誦嘅聲音。嗰種語言聽起嚟唔似係任何已知嘅人類語言。當佢哋擰轉頭尋找聲音嘅來源嘅時候，聲音就停止咗啦。一位嚟自歐洲嘅登山者喺佢嘅 blog 入面係咁寫：嗰啲唔係人聲，但係我聽到嘅時候，心裏面突然充滿咗一種奇怪嘅平靜，唔係恐懼，而係一種回家嘅感覺。我唔知道嗰啲係乜嘢，但係我知道我唔驚。聖凱撒林修道院唔單止係一座教堂，佢仲擁有一個全世界最古老嘅持續使用嘅圖書館，藏書量僅次於梵蒂岡圖書館。喺呢度保存住幾千份古老嘅羊皮卷、手抄本同埋文獻，其中最著名嘅係西奈抄本，一份4世紀嘅希臘語聖經手抄本，曾經係全世界最完整嘅聖經文本之一。但係除咗呢啲可展示嘅寶物之外，修道院仲有一啲不可觸碰之物。根據修道院內部流傳出嚟嘅說法，喺修道院嘅某個隱秘嘅房間裏面，唔對外開放，甚至連大部分修士都唔知道確切嘅位置，保存住一啲從西奈山上帶返落嚟嘅嘢。冇人知道嗰啲係乜嘢。有人話係摩西嘅石板碎片，有人話係天使嘅羽毛，有人話係某種唔屬於呢個世界嘅物質。唯一確定嘅係呢啲嘢被認為係具有極大嘅靈性力量，同時亦都具有極大嘅危險性。一位曾經同修道院有密切合作嘅考古學家喺接受一本神秘學雜誌採訪嘅時候，要求匿名，講咗一段咁嘅說話：我冇見到嗰樣嘢，但係我見到放咗喺嗰間房嘅嘢。當我靠近嗰道門嘅時候，我感覺到一種難以形容嘅感覺，唔係凍唔係熱，而係一種被注視嘅感覺，唔係俾一個人注視，而係俾一個比你大得多嘅嘢注視。我嘅身體話俾我知唔好入去，佢冇入去。到而家冇人知道嗰間房裏面到底有啲乜嘢。我哋喺呢度好多次提到天使呢個詞，但係你有冇諗過天使到底係點嘅樣？喺流行文化中，天使通常被描繪成着住白袍、有翅膀、面帶柔和嘅俊男美女。但係如果你翻開聖經嘅經文，你會發現一個令人不安嘅事實：聖經中嘅天使幾乎每一次出現，第一句說話都係唔使驚。點解？因為佢哋嘅長相，或者話佢哋嘅存在本身，讓人類感到極度嘅恐懼。以西結書第1章描述咗活物嘅形象：4個臉面，人嘅臉、獅子嘅臉、牛嘅臉、鷹嘅臉。佢哋有不直嘅腿，腳掌好似牛犢嘅蹄，翅膀嘅形狀令人難以描述。佢哋嘅形象如同燒着嘅火炭，有閃電從中發出。咁係你想象中嘅天使嗎？以賽亞書第6章描述撒拉弗，一種高階天使，有6個翅膀，2個翅膀遮臉，2個翅膀遮腳，2個翅膀飛翔。佢哋彼此呼喊：聖哉，聖哉，聖哉！請注意，佢哋用翅膀遮臉，連天使自己都唔敢直接面對上帝嘅面。而喺多比亞傳，天主教同東正教列入正典，新教列為次經嘅書卷。天使拉法葉陪同年輕嘅多比亞旅行，
當多比亞同佢嘅家人試圖向拉法葉表示感謝嘅時候，拉法葉講咗一段意味深長嘅說話：我同你哋喺埋一齊，唔係出於我嘅功勞，而係出於上帝嘅旨意。你哋要讚美上帝，因為我升到派我嚟嘅嗰一位面前。你哋要寫下所發生嘅一切。然後拉法葉就消失咗啦。呢段經文話俾我哋聽一件事：天使唔喜歡被崇拜，佢哋係使者，唔係對象。當我哋喺西奈山上感覺到嗰啲存在嘅時候，嗰啲被稱為天使嘅存在，我哋感受到嘅或者唔止係佢哋嘅守護，仲有佢哋嗰啲令人類心智冇辦法承受嘅本質。跟住落嚟，我哋要講一個關於摩西自己同西奈山有關嘅傳說。根據《申命記》第34章嘅記載，摩西喺死之前登上咗尼波山，唔係西奈山，而係約旦河東岸嘅一座山峰。上帝讓佢喺嗰度觀看應許之地，嗰片佢帶領百姓走咗40年，自己卻無法進入嘅土地。然後摩西就死咗啦。經文話，於是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華所說的。耶和華將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尼對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沒人知道他的墳墓。冇人知道佢嘅墳墓，點解？根據一啲傳統嘅解釋，上帝親手埋葬咗摩西，而且隱藏咗佢嘅墳墓，以防止後人將佢嘅墳墓變成朝聖地，以防止啲人將摩西當作神嚟到崇拜。但係仲有一個更加詭異嘅講法，摩西嘅靈魂從來冇真正離開過西奈山。根據一啲卡巴拉猶太神秘主義嘅文獻，摩西喺山上與上帝面對面說話嘅40晝夜，佢嘅靈魂被提升到一個極高嘅層次。當佢從山上落嚟嘅時候，佢嘅身體仍然係凡人嘅身體，但係佢嘅靈魂已經唔再完全屬於呢個世界啦。當佢死嘅時候，佢嘅靈魂冇離開，佢只係歸還到佢原本喺山上就已經連接到嘅嗰個領域。換句話說，摩西嘅一部分，嗰個最接近上帝嘅核心，至今仍然喺西奈山上。呢啲只係傳說。如果你問嗰啲喺深夜攀登西奈山，感覺到有人喺度陪伴佢哋嘅朝聖者，佢哋會話俾你知，佢唔係一樣嘢，係一個人，一個已經等待咗3000幾年嘅老人家。我哋或者永遠冇辦法確定西奈山上到底有冇天使喺度巡行，但係呢個故事最值得我哋思考嘅地方，或者並唔係在於有冇超自然存在，而係在於一個更加根本嘅問題：點解人類無論係文化、宗教、時代，總係喺度尋找超越？點解摩西要上山？點解朝聖者要攀登嗰3750級樓梯？點解喺科技咁發達嘅今日，仍然有人喺凌晨3點鐘起身，頂住寒風，一步一步咁樣走向嗰個山頂？因為喺我哋嘅內心深處，有一把聲音喺度話：咁唔係全部，我哋唔只係血肉之軀，仲有比呢樣更加大嘅嘢。無論係上帝、係天使、係宇宙意識，定係我哋自己內心嘅某種潛能，我哋都喺度尋找。而西奈山，無論從邊個角度嚟睇，都係一個信號好強嘅地方。幾千年嚟，無數人喺呢度感覺到某樣嘢。有人話係天使，有人話係摩西嘅靈魂，有人話只係自己嘅心理投射。但係即使係心理投射，咁亦都說明咗人類心靈嘅某種深度。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西奈山之所以神聖，唔係因為佢嘅海拔，而係因為人類喺呢座山上選擇咗與超越者相遇。無論你係信徒定係懷疑者，無論你係科學家定係靈媒，有一件事係確定嘅：當你企喺西奈山嘅山頂，望住太陽從沙漠嘅盡頭升起，望住嗰第一縷陽光照亮千萬年嚟未曾改變嘅荒蕪，你唔可能毫無感覺，咁就係神聖啦。
咁就係人類靈魂深處對意義嘅渴望。真正嘅天使或者唔係長住翅膀嘅生物，而係嗰個提醒我哋唔止係塵埃嘅聲音。但願我哋都可以聽到嗰個聲音，但願我哋都有勇氣去攀登我哋自己嘅西奈山。